当然用笔。我本是相夫一千金，与张真有年订婚姻，只因他父母丧亡故，我弟弟留他在别国台湾公所文，谁知他深夜闯入花园内，他竟觉与奴相为许与衷情，我弟弟将他赶出府，等家丁在他转回门，谁知他得了一个要回来，要回来，要回来。往下讲，与奴家一样衣衫一样裙，要问侍女难分别，深深的念也认不清啊。与我进家侍女问，王大人明镜高月团家珍，哎呀大人老乡爷，大人，他二人去世一样刻骨，叫老鸨是何判断？是啊，他二人去世一样刻骨，叫老鸨是何判断？外望二位大人判过臣家，老鸨是有判断，哎。有，把张真带上。是，把张真带上。是，上堂。求见大人。张真，你知罪不知罪？张真，你知罪不知罪？小生不知罪，不知罪呀！你身为洪门秀才，父母丧亡，几名老乡也收留，应当马头苦头，力图上京。怎么？尽管长寿花园做出越礼之事，几位老乡也滚出府去。由于牡丹小姐与结滚灯，以致花妖一枚，骚乱相扶，富有力气，是何用得？哎，有将张真修才个去。推下去，从安的是。他的大人就身有变呐，讲大人啊，咋了？讲啊。父命问题，花园也为人长情，想也是我挂念心思十四问，分明他爱父应聘要去张真，将你虽有不是，也是你因之有愧，休得多言来。与我推下去，打。天天莫公正。
经断命了。哦，哎呀，老夫还是分辨不清，怪请大人指明。那可的是假，不可的是真，不对，不可的是假，可的是真。可的是假，不可的是真。老汉，有道是尽真即真，尽假即假。我的命不由真的，谁是假，谁是真，不问比谁，问张真。好，张真，也从实数来，可的是真还是不可的是真？启禀二位大人，学生与牡丹小姐相约以来，今生立从千人拜，今日大堂之上受证，可的是真，不可的是假。下又来，我愿说可的是真，你偏说是假，好一个无辜的老白头。穷酸潦倒白一郎，别不谈破你文章，应当要写花轿年。
乞讨。哎呀，且慢！奉旨包大人暂要见礼嘿，休教此有盗贼啊！老爸包结税礼，不赞不垂之有告温此。包大人不理此恩，增加为民，这叫我是何是好？有了，不必待我奏明圣上，江下嫂子，命张天子准拿此药。娘子，你怎么回来的呀？我弟弟起下不良之心，他要嫁给于你。啊！哎呀，这是不是好啊？臣子私下无人，你我夫妻不是从御花园逃走了吧？这是，长郎，快走吧。长郎，快走呀！今有兵不但利于今，大闹吉祥府，奉圣旨，命尔等先去捉拿，不得有误。连罢之。家乡300里，就是天也海叫我不能赢。怎么了？你为我不走啊？我有一点冷啊。冷？哦，不用了。长郎，我们走得快一点就不冷了啊！快走吧。娘子，你走得慢一点，我跟不上你呀。娘子，长郎。哎呀，300里路你走得这样快。后面的路你是走不动了哦。
要是知道我是李玉金，他还能爱我吗？切莫要急急忙忙入正经啊！见娘子身身边，莫非有为难之事难测谁？我你这别不谈判起同心，与天大的事情要告状真啊！长郎，你可认识我啊？你是个娘子刘丹小姐？不，我不是牡丹。哦，那一定是关外仙子喽。也非关外仙子，我是别不谈理。理什么？长郎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是别不谈李玉金啊。长郎，你听我从实讲，我是千年修行在人道边浪，这阴谋君才华些私心真诚，又令我独居三夫多凄凉，因此我变作牡丹女郎君，闭上飞机鸳鸯。听娘子三称真心话，不与我张真爱思量。想当初在边部谈判初相会，我与他在月下当入情离场，元宵佳节万花灯，夫妻双双多欢畅。那京城又将我们再为夫，在相府中有两个牡丹闹公堂，恰原来啊，一个就是我娘子边。他为我献戏把名声，多承娘子有情理，我将心关记在心上。想那牡丹的是富贵，那千里娘子爱长，人间难觅一次机。你就是李玉金，以后神仙转手是在苏北场，谁知我荒郊野外有天堂。我李玉的眼里真不错耶，始终得见张郎儿，谁知道他是有情有义郎。我与他谈判手一手，我与他并肩小鸳鸯，原来怕真情失手，一片恩爱付汪洋。谁知
护你呀！这真的是不行的呀！将追得离开，不免待我发动红色阻挡一人。
光，我才来得救于你。多谢娘娘。你愿答应还是小英？答应真的，小英何来？小英在我到南海狩猎，500年后得到东西，答应把榆林3片，当着万千受苦。小妖情愿答应，却是为何？为了张真，小妖情愿当着万千受苦。张真乃是万夫所指，你为他抛下千年道营，岂不可惜？娘娘，那张真乃是至诚君子，小妖与他海誓山盟，我才为他完成什么心，还了什么道？求娘娘把在心，求逍遥免在心。我情愿当成红尘去，与张真